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6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有民众提案一礼拜休3天劳动部人事总处部采用，民间团体也认为目前台湾当咧欠工是无度推动的。本地要推动人伫过路线，不论离外远车拢爱停落来政策，交通部下晡有函经政署讨论执法标准，按算一礼拜会定案。有机关指控桃市政府有2名官员披赊3位助理，目前先甲官员调离开职务进行正并调查。有民众发起联署提案，讲要互台湾成做亚洲头一礼拜休3天的国家。不过，劳动部和行政总处有去问过相关的机关及团体，大部分拢表示讲，目前台湾欠工问题是真严重。现处时呢，要一礼拜休3天，可能是有困难，会以落实一礼拜休2天，遵守着劳基法的基本公序为主。民众联署提案，要互台湾成做第一礼拜休3天的国家。不过，劳动部甲行政总处定新劳方自访者团体回征意见了后，认为一礼拜休3天对生活作息方面影响较大，加上国外无公司部门全面实施前例，相关大条件甲配套还未完备，无适合。尤其是劳工的部分，都有去体认到，目前来讲，现阶段真的要实施全面性的周休3日。或者是在这边进一步缩短法定的正常工时，在目前确实都还有一些待努力的这个部分。劳动部分析，若一礼拜休3天会影响国军训练成效、学生受教权、课程安排等，也影响公务机关的服务品质，无方便民众。另外，企业经营3年降价，国际客户会流失，人力欠缺，用人成本增加，会减少后不计企业减少金融交易，证券商收入也减少。重点不在周休3日啦，重点在年总工时的下降，劳工有更加自主的去安排他的工时的这个权利，年总工时要有效的下降。鼓励在你的产业性质比较可以的管理上面来讲比较有效率的企业，你如果要周休3日，或许给他表扬等等，这时候不大适合用立法的方式全面推动。目前全世界就阿拉伯联合大公告一礼拜休2天半，其中的沙加酋长讲，政府员工实施一礼拜休3天，冰岛试办一礼拜休3天，每礼拜工时减少到35点钟。英国也捌试办过，不过拢是小规模试验，拢是以维持薪水做前提。记者综合报道。本地伫咧6月底要推动民众行伫咧过路线，无论这是离这轿车、奥多拜外远，这车拢爱停落来等，引起民众反弹。交通部下晡有函内政部经政署讨论到执法的标准，按算一礼拜就会定案。12路口道红灯，汽车驾驶放慢速度停落来，这个时阵道边突然出现一位过路人，无依照规定行斑马线，一路乱过车辆，刷落来就直接弄到正边骑机车的人。互骑车的人重心无分摔倒，车也并倒，车辆停让行进的标准这个引起议论。尤其行政署顶日表示，执法标准之一是斑马线有行进，无论距离远近拢爱让，引起反弹。互交通部宣布暂缓搁讨论。当时的确在2个单位的讨论，希望用一个最严格来确保行人的安全，可能会影响车流很大了哈。所以经过这几天的讨论，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严格标准哈，能够做一些调整比较好。无停让行进，相关罚6,630起。新制上路，交通部讲，考虑执法伤严，会影响车流顺畅度。下条行人已经伫斑马线顶端，还是过中心线的标准来检议。下道甲内政部警政署开会，预计1礼拜定案。会议上，警政署也将第一线执法面临的事务困难，提到交通部讨论来制定新的采罚标准。汽机车暂停了以后，什么时候可以再通过？这个我们会提出来做讨论，可能会以庇护岛或安全岛或分象线再当一个起点。2个单位其实大家并没有做到很好的整合，那也这也代表行人的设置规范或是行人的这个执法上面，其实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交通学者讲，看到人就爱停让，确实是理想状态。日本就有这款的驾驶文化，也毋过伫日本大众运输利用率比咱国悬，伫台湾车辆颠倒较侪。安怎保护行人，可袂造成交通混乱，需要全盘的规划。建议伫未来，伫政策成型进程纳入公民参与，就着讨论过程教育社会，成熟更较周全的交通政策。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县竹北二是发生家事爆炸意外，伫咧发生事故的这个大楼附近呢，昨暗搁再传出到这家事泄漏出来的这个问题。新竹的家事公司今早起有去附近检查，不过新竹县长杨文科伫咧发生事故时阵拢无来指挥，甚至人伫日本观光的画面也逼出来，引起争议。即马有争议员讲要发起罢免杨文科的行动。竹北气泡发生才过一天，离事故大楼无到100公尺公寓1楼。25暗时9点外，佫传出家事外泄，现场增加家事味，互居民真着惊。东道达捌测到2班 ppm。那现在目前那个瓦管处的还在测它的数值，因为浓度还蛮浓的，所以铁门没有办法开。消防人员舀水线喷水，佮出动白烟机通风。2点外钟了后，数大才降到130 ppm， 初步研判可能因为气爆，和管线接头落入去有关系。2日早起，新竹家事公司联合前一间工业公司，伫气爆地点就回全面安检。瓦斯管是不是安全？有没有脱落？瓦斯表是不是正常运作？还有大楼外部刚刚看到的这个紧急遮断阀。这些瓦斯设备是不是可以正常的作动？那一天到现在，我没有煮菜，不敢煮菜，也不敢开瓦斯炉。有恐惧症？我会有压力。官方也表示，会赶紧协助住户免费将家事管线改做面广，搁换微电脑的智慧表。只是气爆事故造成竹北居民提心吊胆，并代表将目标指向县长杨文科。因为考过一个人家伫日本拍高尔夫球食烧肉，后新河市员后庭大户抛出引起关心。明明很好的城市交流，为什么杨县长要遮遮掩掩？为什么县府第一时间要用确诊来说谎，来欺骗大众呢？官府澄清拍球食饭拢是气爆发生进前的行程，杨文科知影代志，就马上改行程回来台湾，佮强调去日本是自费。不过杨文科第一时间无制定指挥，影响民众观感。检察官取消警导，发起罢免联署活动，呼吁杨文科爱重视平气。记者综合报道。性骚扰案件一直逼汤市议员柯家瑞今仔日指控讲，家己3位查甫助理伫2个月内，就连续去互环保局省厅的股长、甲省下的市府顾问等人性骚扰，甚至有甲查某助理滥的行为。针对这部分呢，这汤市长张善政已经甲这2位暂时调离归职务，也启动性平机制等来调查。伫民测普文指控，汤市府公职人员对女子性骚扰。2日，汤市议员柯家瑞为办公室3位女助理发声，指出有1位助理伫处理永健工程路面绿化门选民服务案件，互环保局细厅股长言语性骚扰。2个月内我的办公室就发生4起这个助理被性骚扰的情况。那对象呢，都是公务往来的这个市府的公职人员哦。柯家瑞同时指出，另外2位助理参加伫议会下乡考察行程，暗顿了后，KTV 聚会时，省下顾问不时甲因的手牵条条，甚至也阁趁机会感染，造成女助理心情无爽快。柯家瑞表示，最近2个月来，连续事件有3位助理受害，已经协助因完成性平通报程序，佮要求汤市长张善政爱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把这2位同仁都暂时调离现职，静候调查。我们也启动调查委员会，会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绝对不会姑息。新闻处回应，市府伫接到申诉案了后，已经启动性平调查机制，除了暂停省下顾问的职务，要求配合调查。针对环保局省厅股长，也成立性平调查委员会，将当事当人调离现职，静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前党工这场性骚扰事件，台北市劳动局经过调查收集事实，性平会今仔日审查了后，认定性骚扰案件成立，罚90万，相关案件会继续追查。针对处罚的结果，民进党是表示尊重。民进党强调，党中央有序进行性骚扰防治。这个调查机制要全面检视，针对着主管甲党工加强教育训练，积极改善相关的防治措施，完善保护加申诉机制，继续办理党工的性平教育训练，来达到优先质量的目标。
有一个女性受害者进前伫咧病册顶头指控讲，伊13岁时阵去互高雄某一间补习班的老师性侵害，这时间有3年遐久。今仔日出来开记者会，说明受害过程，还有其他受害者也拢爱做伙徛出来。我相信那些隐忍多年的伤痛，会因为我们的一起勇敢，终而慢慢的被疗愈。目屎干咧，A小姐进前伫病册破文，讲家己13岁读高中的时阵，互高雄市一间补习班名师性侵3年，而且这老师有原的职业。伊第一摆开记者会，鼓励其他受害者勇敢发声。这些血泪斑斑的故事，是真真实实在你我的周遭上演着。后续的所有侦查行动，我一定勇敢面对与配合，让事实能更完整的被揭露，以保护更多的受害者。A小姐表示，加害者伫野菜进前，佮敲电话互伊爸母，对相关指控好尽到底，甚至强调只是过度关心，害真无可忍。高雄市教育局表示，虽然是公诉罪已经提交诉状送到地检署侦办，都要求补习班维持已开始暂停营业，正在相关的调查。教师涉及到性骚扰事件可处停聘、停止的处分。那负责人涉案的话，就也可能停止营业。我们还是会积极的来调查。根据澳洲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受害者平均要在案发之后24年才可以说出受害经历。那以台湾目前不管是刑事的告诉期间、追诉期，还是民事的消灭时效上面，都远远短于24年。原本基金会呼吁考虑至少性侵案件特殊性，应该修法将刑罚追诉期改做受害者成年了后算起。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进前公布，这大学前3年先读资，落尾第4年去做兵，引起民众议论。国民党的校友记者批评讲，这是要让少年人赶紧上战场。原来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这个政策不强制学生会当自由选择。就专家表示讲，本地大学4年的课程，若改做3年要甲读好煞，可能有困难，而且这学习的品质也歹兼顾。行政院长陈建仁26出席发到有功人士团体颁奖典礼，严格外界关注大学评级。3加1方案有啥物配套？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更加质疑，想要让少年人赶紧上战场。陈建仁宣布，唔通看一个影生一个囝。让所有的年轻人在所有的大学课程的选择当中，都一个选择的机会，并没有强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所以请大家不要以讹传讹。这些措施也跟各大学来做过这方面的讨论，完全都是由学生评估之后做了这个选择，我们采取支持的措施。教育部建议提供经费引导大学协助学生完成越南专案服务。目前规划放宽每学期相关学分数规定，放宽校内授课申请条件，放宽跨校选课学分上限。每有一位专案学生，补助公立大专院校6万，私立是12万。专家认为，完成规划4年课程，改第3年来完成，要兼顾学习品质，恐惊有难度。4年制的大学对学生来讲，是比较一个完整的学习的一个循环。固然可能少数的学生会做这个选择，但我想对多数人来讲未必那么容易啦。林碧仪表示，大学第4年真侪学生会排较少的课，都是要安排时间到业界实习，也是为继续升学做其他准备。就算是压缩时间到校外校内授课，也是复业，也是可能会影响部分学生完成的规划。虽然不是强制硬性要求，也不过相关烦恼会造成学习上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前台湾省长宋楚瑜捌带过这个省长官舍，今仔日通过台北市文化局的文资审定，指定做历史建筑。宋楚瑜表示讲，迄当年真侪重大政策，亲像结束8年国会、总统直选，拢是伫遮做出重要决定，真有历史价值。白色外观侵蚀厝顶，伫济南路3段50岁华南银行所属的宿舍，是大安区周边少数保留完整的独栋美式建筑。台北市文化局日开文资审议会，前台湾省长宋楚瑜日受邀列席。审查会强调，这建筑过去是省政府官舍真侪重大政策拢直接通过，有历史价值。
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决定台湾省要不要选民选的省长，也在这个房子里面决定我们中华民国要不要选直选的总统，如何把万年国会把它在地化、民主化，全程的推动台湾省长、省主席在这个地方做重要的决定。宋楚瑜表示，伊伫82年带一摆87年省长职务结束了后刷出去，国岛内迄时阵请人去开会录相片，证明有大事实。毋过所有权人华人银行代表认为，建物伫民国44年起的，厝顶外部真一摆翻修，外观是一般主题，并无任何文字价值。文化局已经4摆提报审查文字身份，华人银行前3摆拢提出诉愿，毋过文字委员最后投票通过，指定是历史建筑。的发言都表示深恶痛绝，甚至于我们几次委员要到现场去现勘，你们都是拒绝。基本上是所有委员全数通过它作为历史建筑的一个身份跟价值，包括比如说修复再利用，或者是过去的调查研究，以及现场的一个管理维护来做出相关的辅导跟处理。文化局表示，文化资产不管是公开或者是私人的，拢是有文字法的指引规范。那所有权人将对文化资产管理维护有疏失，或建物的文化资产价值减损，应罚30万以上200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北农公司进行改选，今日召开董事会，农委会函请各社代表有提到9席董事，照比例会当推出3席的常务董事。也若市政府甲农会派合作，虽然有提到14席处的董事，不过常务董事部分因希望总提到，引起农委会函请各社不满。落尾9席董事是退席抗议，即届的董事会只2号延后到6月30日。北农经营权大战，26早起召开董事会，要选出23名董事，佮进行人事改选。北市府甲农会派合作，摕到董事会14席处的董事，和经营权可能变天。我们有得到了14席的董事，那我们预计就是董事长是会推杨振武当为董事长。然后吴华敏为总经理，所以其实这应该算是已经是蛮确定的了，因为14席嘛，就等于是已经过半了。对。也毋过农委会也积极布局，并王金兴续任总经理，将基为农委会推举的7个董事1个监察全部当选，照比例会当推举3席常务董事。也毋过农委会公告代表姚志宏表示，北市府想要7席常党全体，批评北市府阿爸。台北市政府因为就不顾历年来这样子一个的惯例那强行就是要希望全部的常务董事都由他们来担任这样子一个行为感到遗憾，而且觉得无法接受。23名董事中要选出7个常务董事，各推出1名出任董事长。也毋过农委会青果社有9席董事提前离席，无达到应该出席人数，无法度开会，也造成董事长总经理人数懒散。我倒不会去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啦，大家会非常好的来做协调也一样会有好的结果。我相信都不会去从恶意的角度来解读。依照相关的程序，也顺利选出了23席董事。那下一次的董事会，我们希望也就能够进行相关人事的安排。改选进程，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面册，以王金兴、韩国瑜担任总经理期间，菜市大卖价变动数据表示，专业经营才会当改变菜土菜金提悬农民收入。即马北农人数卡关，30会继续召开董事会。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有一名8岁重度身体障碍一个查甫囡仔，登记互市政府每合的居家照顾服务员虐待，指出伊规身躯是全伤。家长调出内面的监视器来看，才发现到一款恶质的行为，向市政府申诉，说是拢无下落。社会局强调已经甲这名照护员罚9万，而且停业半年。政府单位也要调查这公务员敢有缺失的部分。居家照护员将囡仔抱起来摄像壁，发出弄着声音，过程全互监视器翕到。第二次，一个8岁有脑麻甲忧郁症的查甫囡仔，因为发展迟缓，佮无法度生活自理，家长透过社会局门下一位居家照护员来厝内照顾。不过最近发现囡仔身上有真侪所在乌青甲空喙，看监视器画面才知影是照护员苦毒的。
是心痛又无助的那种感觉，还要自己去找出证据来提出申诉。但是社会局照理讲，应该这种依儿少权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知悉之后就要立刻通报，但是据我所了解，他们可能连通报都延迟。家长批评5月底要提出申诉，消费局当教中心迄当时看过画面，认定教学员行为失当，不过后续并无通报，也无协助就去验伤，一直到6月初5二度申诉。家防中心才提走画面，市府一直无主动说明甲协助，面对日公开质询。消费局表示，这名教学员违反《儿少法》，已经罚9万，各处停业处分。机构的照顾服务员，我们呢依照儿少法罚9万块的罚款。那第二个，针对这个照顾服务员服务的一个疏失呢，我们予以停业，最高会到达12个月。市府强调，涉案教学员依法裁处，相关会当处停业1年。政风处也会介入调查，敢是有公务员处理不当的情形。那针对特约长照机构，将会无预警实地查核，那有异常状况，会当依规定扣减费用，还是记点严重者会终止契约。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罗西亚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临时反背，虽然落尾有收煞，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这就代表罗西亚总统普京的威权出现真大挑战。也若去互瓦格纳首领批评的罗西亚国防部长绍伊古有可能会落台，而且这届佣兵组织反背事件，因的国防部长拢无出现。前副部长的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成员，依照协议撤离俄国南部的罗斯托夫市。这项协议虽然让因无国再继续向莫斯科耍叮当，不过是对俄国总统普京带来空前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咧接受专访时阵讲，这显示俄羅斯的內部出現問題，尤其是過去幾個嘅國家惡化。Again, we saw the rising tensions over several months that led to this. But exactly where this goes, we don't know. 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we've seen real cracks emerge. Again, a direct challenge to Putin's authority. 法國總統馬克宏在接受訪問時陣也講，這顯示俄羅斯領導階層內部出現分裂，同時證明有充分的理由支援烏克蘭反抗俄國入侵。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長期以來被看作是普京的政治盟友，不過在這邊兵變過程中是無看的人，到此嘛也無公開出現。尤其瓦格納首領普里戈金。對於紹伊古甲國防部的激烈批評是前所未有，和紹伊古的地位也真危險。What the West doesn't want is complete chaos and a breakdown of law and order or civil war in Russia, because that has all sorts of potential damaging consequences, given that the country is still the largest nuclear weapons holders in the world. CNN 報道，瓦格納是普廷家己所製造出來威脅，以放棄武力受國家專斷，和勝利人也當做司令軍隊。立陶宛總統瑙塞達是警告，因為普里戈金或者是部分的瓦格納成員前往白俄羅斯，所以北約組織需要加強東部邊界安全。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輯。中國甲羅西亞當咧強化衛星攻擊能力，日本自衛隊也拍算要強化衛星通信功能。對今年3月開始，就利用美國太空公司 SpaceX 所開發的星鏈衛星通信系統進行測試，無排除伫咧2024年4月正式使用。受到中國甲俄國對其他國家衛星用電波干擾裝置妨害其他國家衛星運作的影響，日本自衛隊為今年3月開始，利用美國企業開發的星鏈衛星通信系統做測試。為了防範這款干擾攻擊可能讓自衛隊的通信衛星癱瘓，無法度即時部署部隊，日本防衛省透過代理商簽約，開始測試星鏈服務。甲衛星接收器這通信器材配置佇陸海空自衛隊的部隊基地甲駐防地攏種雜個所在，用軍事訓練的方式來檢驗是毋是有運用操作的問題。星鏈衛星通信系統是美國企業家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開發，是一款距離地面550公里、挖進地面的軌道上連接真濟小衛星來運作的通信系統。就算其中幾台衛星受到破壞，嘛會當繼續通信。過去就捌佇俄烏戰爭內底協助烏克蘭的網絡通信。
这是日本防卫省伫发射2个家己研发、距离地面36000公里远的 X 频段通信卫星以外，作为对头一届利用民间企业开发运行的卫星星座。因为日本防卫省捌伫2022年表明要参加美国主导的多国共享防卫通信卫星竞价，暂时在积极办理加入的手续，推动甲边国友好国家合作。所以，毋但是新联系统，日本国伫今年以来，会甲其他提供共款服务的企业签约测试通信功能了后，才决定要使用多一间的服务。所以嘛，无排除伫2024年的财报年度正式使用新联服务。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咱的友邦瓜地马拉礼拜举行总统大选，目前开票结果显示，这领先的候选人是进前的第一夫人托瑞斯加前总统的后生阿雷瓦诺。不过，所有参选人拢无摕到过半票数，等于是选举伫8月，该进行第2轮投票。这届大选也逼出买票风声，甚至发生警民冲突。台湾伫中美洲的友邦瓜地马拉25日举行头一轮总统大选投票，民众拢真希望脱离国家长期以来腐败甲治安败坏问题。目前已经开票40%，初步结果显示，22个候选人得票超过一半拢离真远，必须伫8月20进行第2轮投票。根据目前开票的进度，由前第一夫人托瑞斯领导的中央偏左政党全国团结希望党得票15%，暂时领先。过来是前总统的后生阿雷瓦洛领导的中央偏左政党经济党摕到12.2%。托瑞斯甲阿雷瓦洛一定伫第2轮决选当中拼一个关键。这届选举出现各种风波，包括这届有1/4的选民投废票，抗议进前支持率第1名的候选人毕内达，互检举法庭以申报文件填写违反规定，也有提早造势等理由取消资格。尾啊，执政党阵营各少年煞互咱检举买票，包括用食物甲物资来换选票。Yo vengo haciendo esas denuncias, lo hice anoche, anteayer, los cortes de energía eléctrica que nos tienen preocupadas. Entonces, todo eso pues es importante que las instituciones, que el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el Ejecutivo, el Gobierno, salga a dar explicaciones, sobre todo en la compra de votos a través de insumos, que es lo que estamos viendo. 也有选民指控市长甲其他地区的民众出来投票，抗议过程发生警民冲突。Porque el señor alcalde ya estamos cansados que él trae gente de otro lado, paga 1000 por voto. No, señores, ya no queremos corrupción, ya estamos cansados, ya por favor. 瓜地马拉长久以来犯罪率正高，经济状况差，也甲政府贪腐这问题，甚至最近人权的状况佫恶化，这互选举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波兰有一班车是开驶去迄个波罗的海度假景点海尼的公车，因为这地名发音和英语地甲发音正相似，公车号码牌阁是666。这3个6伫咧基督教内面呢是代表地甲恶魔意思，所以引起保守派基督教团体抗议。这客运公司真无奈，只好把这号码牌改做是669。波兰开往海尔市的666号巴士6月20日正式变做669号，原因是保守派基督教团体抗议。666这个数字代表魔鬼撒旦，巴士的目的地海尔佮甲地角迄发音正晚，认为开去地角的魔鬼班车根本无应该变做滚装桥的话题。巴士公司未堪在最近10年相关的投诉伤济，无奈让步。Dla mnie wiara w numerologię jako katolika, no to jest po prostu wiara w zabobony. Dla mnie jedno z drugim się kłóci. 虽上波罗的海边仔的海尔市风景真水，是度假胜地，海沙堡甲森林小路吸引真侪游客来遮佚佗。666号巴士路线自2006年营运以来，已经为1天3班增加到11班。大部分的乘客是感觉无要紧，心性尔，有民众甚至是外国游客是特别来坐这班地下公车。Pustki kojarzą z piekłem, a hell się kojarzy z angielską nazwą. Hell to jest po angielsku piekło, no to dlaczego by nie mieć takiego numeru autobusu, który gdzieś nawiązuje? But in fact, here it's not hell. It's hell with only one L.
and everybody is having fun here, and it's just touristic. 其实波兰文的地价甲英文的地价，迄完全是无共的两字。客运公司宁波是受到社会大众的抗议，毋过嘛有人要求各用666号，阁有人讲敢讲要甲海尔的名嘛改掉，以免触犯宗教禁忌。毋过现阶段旅游社团新式的网站点关，定定互人讨论分享，通往海尔的666号公车暂时是无啊。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伫咧边境地权条例内面，限制有卖厝换契约转卖，7月初1日施行。台北市政府地政局今仔宣布推出 AI 自动比对系统，未来只要这个有卖厝卖出去签约，甲有卖厝完成产权登记了后的买卖，这登记人若准毋是同一个人，将有可能是搁再转卖过手，上紧半点钟内就会当完成调查了。国无到一礼拜，平均地权条例新制就要开始。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开始执办，推出全台唯一的 AI 自动比对系统。未来若有售厝销售签约，甲有售厝完成产权登记了后买卖，两种买方无共人，就代表可能有售厝解约了后搁买，或者是换约转卖行为。往往需要投入很多人力才能够完成买方的资料的一个比对。那透过我们这个系统的话，我们可以在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把一个建案的买方的异动情形比对完成。地政局表示，这套系统省人力甲时间，应提供国税局作为有售厝交易、房地合一税查核重点参考，望达到把关防疫投机的违规行为。受平均地权条例影响，有房仲统计自2023年5月，达到建物买卖转移件数年增率是负的6.4%，创3年同期新低。展望未来半年，专家预测未来卖方会用3步曲来应用，先是加总价策略清晰，加修复策略，最后不得已才启动落价措施。目前来讲的话，建商也不愿意在这个时间点，马上就做价格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价格修正。在短期，其实买卖双方其实是在一种所谓的观望盘整的状况居多啦。另外，有房仲统计，今年到6月中，北段湾规模重建案推案量是607亿，超过去年同期292.6亿，增幅是107.45%。关键原因就出在建商汇丰两镇区规模多间。蛋黄区的买气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就回防到蛋黄区里头，所以回防到蛋黄区之后的话，有很多的危老的个案，它会陆续的推出。专家观察，台北市尤其是规模建案上济所在，各以大安区甲大东区数量上济，今年推案量有机会到800亿。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12个民众，甲一间餐厅订倒食25中昼12点半，有成纳1000块做定金。不过，这群人煞晚来1点钟，落尾算出的时阵，店家讲爱甲这定金扣500块起来，却引起消费者不满，甚至佫叫警察来。咱去找柜台人员理论愈讲愈大声，会这么激动，都是因为因有12个人利用电话系统订6月25中昼12点半，交1000块定金，无想到用餐迄天晚1点钟，头家扣一半的定金，引起人家不满。我们订了12点半，但是我前面有报备，我说时间会delay到，就是我食遍全世界餐厅，没有人像你这样做定金，就只是表示我会来。咱去坚持袂使无成功就扣500块的定金，佮惊动警方到现场处理，佮要头家让步1000块全部都销毁。应该要先讲清楚会比较好一点。通常15分钟以内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超过15分钟本来就。我是觉得 OK 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迟到的情形，造成餐厅有一些损害存在。那餐厅依照民法的关于给付迟延的相关的规定，是可以跟民众请求相关的，因为这个给付迟延所造成的损害。所以像每一间店定位拢有无同的规定，亲像这间伫台北东区无用餐时间限制的地中海餐厅，只要超过10个人以上用餐，都爱付定金。不过店员原来伫逐工开门营业的时阵，一个敲电话予人客，确认到场用餐的情形。晚到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去扣他们的那个定金。时间快到的时候，真的人没有出现，我们也会再拨打电话，然后跟他确认一下目前他的状况在到哪里。
消保官表示，若做餐厅无事先通知，也是无一寡书面约定，扣除定金，也是损害造成的损失请求，除非餐厅会当举证，所收到的金额拄好是餐厅所造成的损害。啊，若无对消费者来讲，这就是属有突袭性损害赔偿，就较有消费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今日公布疫后改善欠工扩大方案，针对欠工的产业办理专案媒合，鼓励这失业的劳工投入有欠人的头路，也协助业者赶紧找到人。劳动部也规定这一个月薪水爱3万2以上，失业劳工逐个月各当申请6000块的补助，等于一个月薪水上无到38000啊。为着要解决疫情过后基层欠工的问题，劳动部推出疫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针对这个方案，餐饮业者是乐观看待。目前呢，初估下来大概是有1成的人力短缺的需求。那不管呢是外场的服务人员以及内场的储物人员，都有相当高的一个人力的需求。那政府呢在推动这样子的政策之下呢，在短期呢，希望呢是可以达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效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是表示，失业的劳工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去餐饮业做服务人员，一般新婚的失业劳工通摕到1个月6000块的就业奖励金，上长通申请12个月。餐饮业部分，它要达到现在目前设定是说，它每月薪资要达到32000以上，然后才会放到我们专案职缺来做一些协助。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方案去拉抬，就是这些职缺的一个就业者他们所可以领取到的一个薪资水准。发展署呼吁讲，有意愿参加专案，而且有替劳工投保的餐饮业者，若有欠工的需求，会使向经济部登记，或者是到台湾就业通找人才，登录需要人才。发展署收到欠工的消息，就会来做专案的媒合服务。记者柯嘉选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进前武汉肺炎当咧严重的时阵，也发现民众去看汉医的人数比英国增加4成。上届新的调查发现，有20种汉医主要用的药啊，拢欠货，真侪汉药材拢是伫咧中国迄边着化关价。另外一方面呢，这药厂也烦恼讲买手的数量也唔敢清清菜菜就投资入去。疫情过了后，中药材继续第二起，实际行一撮专卖中药材的台北特发街。业者表示，民众爱用的当归，也有料理配菜的八角加枸杞，继续拢变贵。尤其是治疗市民用的酸子仁，佫较是高贵，为每台斤唔免1000，上贵来到3、4千。我个人认为，他们包括他们中国是有在故意哄抬的价格，因为这些药材都是来自在中国大陆。产地已经涨了翻倍了，可是我们台湾的一些供应商、一些加工商还有存货，所以说涨幅还不到产地的那个涨幅。那中药材继续考验民众的落地深度，受到疫情影响，保证民众使用中医药的件数，2年来也大成长4成以上。全联会理事长詹永条指出，疫情进前全台科学中药的药厂产能大约是80%满载，多好会当提供全台用药。即马就算是药厂产量开到上大，依然是对袂到需求量。根据今年4月上新的中医院所调查，优先通报中药浓缩剂欠的主要药品，包括治感冒的辛夷、清气汤、甲金汤等20项一线主要用药全部拢欠，传出部分中医诊所叫袂到药啊，才会当以药换药。诊所端呢，也有一个所谓的换药平台的一个机制在运作。不过，因为民众对中医药的信赖呢，所以使用率大幅提升，比较多的这个廉价造成制造业的一个制造困难。那还有再来就是生产线，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提升很多的生产线，可是生产线的设定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也是缓不济急。但调中有估，科学中药欠药啊条恐惊也佫会维持1阵啊。毕竟药厂也会烦恼，药精消退，市场需求量降低，唔敢目前导入大量的生产，保证只会当细发替换，效果瓦紧的药物达到治疗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天狗日群聚个案，今个再增加4例，拢是伫咧仁德区，目前已经有58例咯。高雄也出现一个阳性，将可能是台南社区传播链断开的。下晡针对确诊者所在所在，这100公尺内拢爱进行消毒，也爱检查敢有积水无，就是惊讲这天狗日的疫情继续变。高雄嘉定区有里长用广播提醒民众注意卫生，因为日内嘉定区新增加一个登记病例，一条研判是台南市社区传播链断开的。因为确诊者工作地点伫台南，逐天往回嘉定主题，好在活动范围单纯，除了工作地甲主题，无其他活动数。每天早上到台南东区去卖早餐，然后下午就回来高雄茄萣这边休息，所以他是每天往返。市政府扩大清洁消毒，也伫确诊者主体附近查到积水容器、生水池，罚清2块。有专家提醒，俗称天狗的所在，较会生蠓。所以高雄市也运用厝顶排水槽专项微摄影机来看天狗，若是发现有积水，也是有粪扫，会当随处理。有啦，拢有咧准备，咧社区拢有咧整理的啦。除了高雄出现一例确诊，台南2人嘛阁新增加4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58例。市政府表示，已经全力伫咧清洁消毒，也是发现有一寡病媒蠓也无喷到，像讲天狗较会防火巷顶，嘛运用无人机空中翕，阁针对较悬积水的所在，防火巷等防治的药啊来提水池，互防疫的做法会当全方面。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找出这炭病蠓，台南北区区公所就利用一种工具叫做天狗棒，利用反光镜加塑胶杆啊，顺这徛家平咱人较悬，咱看袂到的所在，看敢是有积水。若总有积水，就赶紧放药啊，希望会当甲这天狗这个疫情切互理理。一透早公所里长动员志工针对区内环境做巡视，过程中因马上发现住户外口有一桶水，内底煞有水珠，公所当场处理，要交予卫生局来罚款。因为北区有一个案例了哈，是前天发现的哈，但是呢，我们还是用最高规格来对待，所以呢，咱伫这个北区卫生所刚好就在公园的旁边。我们就要开始设扩大裁剪站。路面上有积水，目睭看会到，不过若落雨过，水槽有水，较歹互发现。北区公所咧巡环境的时，提出因家己研发的新法宝，就是这支天狗棒，徛伫咧1楼，甲工具存去检查袂到的水槽，靠着反光镜来检查敢有积水，若有水，因就会放药啊去入。其实国家卫生研究院正正捌用过这种工具，成本要1000块。即摆公所用回收的杆仔甲反光镜做结合，成本对半500块就会使。新钱搁里边，把它切半，可以当做投药的一个放置的一个放置槽，写了一个就是很平常就可以买得到的凸面镜，可以检查有没有积水。那也可以有积水的话，可以立即投药。嘛是一个社区的一个传染病啊，互咱的民众拢有这个防治的意识。公所人员效果袂歹，讲拍算要搁做10支，互公所搁组别咧做巡检的人来使用。另外，市府表示，目前掌握到的病例是0.2空，加较济，并无扩散较真严重。因讲会持续监测社区敢有其他病例，大民众有疑虑会使去抽血检查，莫疫情赶紧过去。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有渔民伫台东的这个大埔外海掠到一只生做真奇怪的鱼啊，伊是零头黑身对规身躯顶酷酷的鱼啊，这渔民拢家叫做是灵王鱼。就专家讲，这款鱼啊，伫咧2012年的时阵，咱台湾捌记录到一届，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即摆头大大，两边有尖尖的喙，亲像是零头，身体佫亲像虾仔共款有眼壳，感觉红色怪鱼，提高拍袂起翅。好奇民众拢无看过这种鱼，因为真怪，有民众惊一条，也有民众受这个翕相。有点可怕。这什么鱼呀？龙王鱼。渔民讲这是龙王鱼，不过专家讲这是一种聚集红防佛鱼。西太平洋、甲印度洋、甲台湾周边海域拢是因的生态地，因是伫深海300到500公尺以下，靠伫海底活动未收水，渔民用地拖网才会捕猎。它是底栖性的鱼类，它平常是匍匐在海底，就是找寻食物这样。那比较少被一般钓获，然后通常都是拖网渔业的时候会捕获这样。
专家讲，这种鱼体型看起来真大，不过其实应食的部分无多，经济价值无悬。国内文献记录也无多，可能是渔民抓到对放dans海底。国内记录到的第一笔资料是2011年伫成功外海抓到，2013年屏东也有抓到记录，即马过10多年，台东渔民搁抓到。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台湾开始流行爬壁、爬岩这款运动。不过，您敢捌听过用台语来教你安怎爬呢？这阵在咧中华呢，就家长招一团，希望教练是用台语来上课，也希望讲这台语会当愈讲愈自然，成做生活当中的基础。囡仔听老师的指令动起来。软磅空也阁有溜索啊，这拢是爬壁的基本体能训练。无共的是，这节课老师用台语来教。头摆试用台语教课的罗英明教练，嘛希望用上自然、上正版的台语，互囡仔听有。我台湾人，我台语讲啊真认真。问题你常常要教课，你会转袂过来。你讲要讲爬壁嘛好，你要讲抗壁嘛好。啊，伊的名词是伊每一个人迄个地方，伊感觉。上有味啊！迄个物件，伊来犯做伊迄个名词。囡仔认真运动，生家真欢喜。有家长表示，参囡仔讲母语的过程，嘛是甲家己的台语学转来。我家己嘛爱甲台语我学转来，因为我的台语无较好哦，拄开始的时阵啊，所以就是哪查哪学哪听啊哪问。发动这种报名的时间是足侪家长拢有兴趣的。对啊，有的人为台北来，有的人为台中来，啊，搁有为国外，拄好倒来台湾嘛，专门带囡仔来参加，就表示讲，其实台语活动是希望愈来愈精彩，愈来愈侪种。现此时，台湾的母语家庭愈来愈多，家长嘛期待未来有搁较侪台语相关的活动，互囡仔有搁较自然的语言环境，嘛会当互台语成做生活中真正有咧使用的语言。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猫仔狗仔这款动物伴有稳定情绪的功能。伫巴西发现讲，真侪人看到正惊的蛇这款爬虫类动物，因为因的动作较慢、较冷静，也会当帮助自闭症的囡仔调整情绪，对身心障碍者真有帮助。十岁有自闭症的假白蝶，面对着这只细只的美洲底喙壳鱼，拢袂惊，抑佫真欢喜的甲治疗师练习讲话表达，用唱歌帮助听觉的记忆。过后一只四脚蛇趴伫咧胸坎头前，正温柔解说。假白蝶的妈妈讲，4年来治疗，伊的听力、沟通甲运动技巧拢改善真多，特别来拢真欢喜。E é comprovado pela medicina que os primeiros 10 contatos, os primeiros 10 minutos que a gente já tem um contato com o animal, a gente tem liberação de neurotransmissores, que é serotonina, beta-endorfina, que são neurotransmissores que dão a sensação de prazer e bem-estar. 巴西治疗师李贝罗用爬虫类进行疗愈课程已经10年啊，虽然无经过科学证明，不过患者的进步拢真明显。伊讲爬虫类动作较慢，身躯搁冰冰，互患者较安心，更加会当引起因的好奇心。另外，这位34岁的桑托斯，伫咧一边意外中脑严重受损，造成身躯无法度振动，也无法度讲话。治疗师互这只正大只的猛蛇，垫伫咧伊的颔骨啊附近，蛇的重量加冰冷的感觉，有按摩的功能，也可能帮助活化桑托斯吞物件的反应。另外，用一只较细只的蛇来训练伊面加喙附近的肌肉。正有生物学家加治疗师最近工作，确保动物无承受伤过大的压力，造成意外反应。过去10年来，也毋捌发生过动物咬人的代志。公司新闻施惠两边去。博士林一年一届的卖家雕成26开始，这是2019年疫情爆发以来，刷乌地阿拉伯头一届放零人数限制。今年有机会超过200万人来到卖家，打破英国纪录。伫沙特阿拉伯的卖家雕件活动已经准备好势。今年3月头一届个别疫情全面解封，第23超过160万穆斯林为全球各国来到这。2026雕件正式展开了后，人数也会增加。旅馆全部拢订满，交通的疏运是真大的挑战。为了伫拢总5天的雕像活动期间实施减碳疏运，3个规划的雕像列车第25正式营运，一定每点钟会当载72000人。
قطار المشاعر قطار كهربائي ترددي يعمل بالطاقة الكهربائية صديق للبيئة بصفر انبعاثات كربونية。沙高政府最近这几年持续开发调近专用的手机 App， 协助调省团体规划行程。调省者每人一支手机透过社群分享现场的状况甲心情记事。今年沙高政府启用智慧卡通关甲支付服务，一人一卡通行无问题。国家200条70国语言的电话资讯专线，同时部署 AI 机器人，和调省的民众会当询问相关资讯。今年调省人数预估会超过疫情前的规模，大地人和卖家当地的商店，大家趁甲真欢喜。و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زاد الدخل وزادت المبيعات كل شيء زاد الحمد لله。因为今年调省期间温度预估会超过摄氏45度，沙高地大清真寺现场部署几落千个医护人员，嘛招3万外志工分驻各地，通协助身体无爽快的民众。同时嘛派驻大阵警力，避免较早烧台意外搁再发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33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Thank you.